500個票站上晝7點30分開放，有市民陸續到票站投票。立法會5區補選一共有24個候選人，角逐5區5個席位。喺灣仔愛群道票站，有市民一開門就嚟投票。因為有權利你唔行使嘅時候，就好似有啲傻咗啲咯。咁嘅特首做不做也罷啦，我哋生出嚟嘅權利都唔同我哋爭。但有市民認為今次補選浪費公帑，我唔係咁支持咯。其實根本冇咁嘅必要咯。今次佢哋自己呢5個走翻出嚟，打後嗰個民意調查都話我得，即係嗰個支持嘅都係呢5個，咁就即係跟住又翻返入去，嘥晒啲公帑。野沙田博康村投票站有嚟投票嘅市民話，投票係要行使公民權利。特首冇吉事啫，其實即係每一個市民都應該盡自己嘅責任啦嚇，點樣投都係自己投票，自己選自己嘅中意嘅議員。投你都冇乜謂嘅，係咯，冇乜嘢點，次次都係咁樣噶啦。另外，今次係在囚人士投票條例通過之後，在囚人士第一次可以投票。懲教院所設有23個專用投票站，另外有4個票站設喺警署，分別係田心、長沙灣、葵涌同埋跑馬地警署，俾還押或者係拘留嘅選民投票。無線電視記者劉子欣報道。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林瑞麟朝早到票站巡視之後表示，5個立法會議員之前請辭係冇必要，但係政府依法進行補選，亦都有向市民傳遞5月16號補選訊息。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林瑞麟去灣仔愛群道票站巡視，但冇投票。佢話政府嘅立場表明，5名前立法會議員請辭係冇必要，中央同政府依法辦事。呢一場嘅補選呢，本嚟係可以避免嘅，社會嘅主流意見呢，亦都係唔支持5區請辭同埋接續呢個補選嘅運動。但係喺政府方面呢，我哋確實係要依法辦事，同埋要確保呢香港嘅市民啊，不論佢係住喺邊一個區，都要有足數嘅議員呢喺立法會裏面呢為佢辦事嘅。佢又話政府一直有向市民傳遞今日補選嘅信息，市民自行作決定。我亦都相信呢，我哋300多萬嘅登記選民呢，佢哋會自行判斷呢如何回應呢一場嘅補選。市民呢係香港嘅市民呢係非常之有判斷嘅能力，亦都會有獨立嘅思考嘅。佢重申問責團隊唔投票嘅決定，公務員唔會受影響，政府尊重佢哋個人嘅決定。無線電視記者陳淑儀報道。多個團體包括基層發展中心同 FM101組織喺林瑞麟巡視嘅票站外示威表達訴求，高叫口號。佢哋不滿行政長官曾蔭權率領問責團隊高調宣布唔投票，要求林瑞麟重新呼籲官員到票站投票，盡領導責任，亦都希望市民支持補選。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同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認為行政長官曾蔭權帶頭唔投票，會對公務員係唔係投票造成壓力，亦都影響香港高度自治。因為阿爺唔中意呢個所謂變相公投，佢哋全體唔敢去投票。你仲點樣話俾國際社會聽香港有高度自治呢？阿爺出一句聲嚟投票，咁應該做嘅嘢你都唔敢做，仲要公開話俾人聽我唔會做，你話係咪失禮死人呢？無論係高級或者係低級嗰啲，多唔少佢哋都係會恐怕咧係會秋後算賬。會唔會呼籲佢哋唔需要驚啊，或者即係要履行責任啊咁樣？咁我好難呼籲佢哋唔需要驚，因為事實上我都唔知啊，特首同埋特區政府係會點樣對待佢哋啊？投票之後啊，所以我先至話特首係唔應該將公務員處於呢個咁尷尬嘅情況。天主教香港教區嘅陳日君樞機朝早亦都由羅馬趕返香港投票。呢個唔算使好多錢嘅啫，而且俾人民一個機會表態好緊要啊！我哋真係好無奈喎嚇。2004年嗰次有釋法，嗰啲釋法完全唔合法嘅釋法嚟㗎。你睇基本法嗰度冇咁釋法㗎，係咪先啊？咁又唔知咩咁多個決定喎，咁根本咁我而家冇可能真正普選㗎啦啊！佢話你第一關都過唔到係嘛？啊，梗係過唔到啦！你要功能組俾自己自殺啊！自己消滅啊！咁唔會啦嘛，記得你一隻咁唔會放棄噶嘛，咁所以咁希望上邊俾翻我哋少少尊嚴咯。
對於行政長官曾蔭權同問責班